不过我可能较太 TV 就会日送生发当红嘅设计东西，因为我这年轻好生嘛，个茶叶卵啊，还有。幾亂講啊！唔錯，還有我咩同好食咖你啡。想講也係亂錢貴係無？亂真嘅農貴，韓國嘅茶葉卵啊，佢嗰陣時我記得條牌係一粒700元就做得買到一粒茶葉卵咧。冇啦，6個元啊！哦，6個元就做得買到。係自己係温子麵咧。哦，你是推他條件係冇？好，6個元啊，阿小鳳伯係按樣，我係700元啦。後來呢，佢就起價過後就變成差唔多一粒13元咯。差唔多。有啲可能要連名嘅，還要幾多錢？18元。係真係會嚇死人，貴到會死啊！再過來因為我就係嗰種青好色咖啡嘅，我係那係有人冇色。我就會掉退咧，我說我就會當日都會食咖啡。會穿嘅時間嘅咩小間嘅係因為有錢嘅，所以唔會講其他嘅東西有時間有冇。對啊，你穿安多，其實哦，我唔係有錢哦，我係非常有錢。好，謝謝。我跟住就係講，我咪要睇白啊，我咪要食時間，我咪要感受到嘅世界嘅真相啊。嘅高茶。高層啊，譬如講吼，食時間啦，國小嘅時間咯，我最後學就進駐年差。唔係吼，我咪講吼，哦，你表現又好，加上你考試又好，但是賣一輩幫你選，差唔多25塊喎，只會準做加獎。對，25算貴的咯，因為上次還有15塊，它誰不一定喎。混珠又較貴了。如果是奶精的又更便宜。沒錯，該東西嘅廿四啲賣賣啊，淨經差唔多15到20塊錢。當然真的是那品質就是。假使又超過假使又超過30塊，代表哦，你哋杯正經又好食咯。真嘅好食。後來變咗，你看你下，奶油嘛個20、30塊嘅年差。幾多錢啊？最少7、80塊，韓國又上去，韓國8、9塊。而且我湊半夜咯，起碼嘅那種點一杯兩水左右湊一隻安布嗰種，差唔多2、3、8塊一杯呢。哎呦，去到這個馬改通係冇什麼倉，沒有小姐的那種。我就會趁喜歡買東西給你，唔管是嘢，也唔是嘢，我就會上旅遊本去甲是嘢，有大隻咧，有電影下咧，全部都會買。啲番人家還有很愛乜嘅就很愛蜈蚣蟲，蜈蚣蟲就蜈蚣啊，有動到腳。而邊咧，我特別喜歡買蟹，看到啲蟹啊，吼，蛋糕啊，吼，我冇嘅款式啊，我就會吃到，我一聽到得到佢，個蛋糕就有寫我嘅名嘅。故說呢，大家看個相片就看到，我喺個地方啊，就背面嘅蟹嘅表。櫃面咧全部都係，嗰個我朋友都講啊，開玩笑講，一挑一個，嘅鐵桶量，已經係摔到嘅前面嘅，鐵桶量，最後俾嘅鞋全部砸死。真見鬼呢？真見啦！我看梅頭會凍衝啊！係啊，唔係，我先謝謝啦，咁不用再。全部係新嘅米頭。盲作過。有啲咧冇作過係真見嘅，買嚟就不用到嘅。真見哦，不用啲嘅。唔講講，一千麻煩你係乜計嘛？而面係冇按稿機，有嘅講嘅相咧，全部下邊咩？我前幾日對喎，做你辦起來，你一隻空音哦，係咩呀送，但係就會三遍，係冇唔錯。因為係咪學生嘅關係，就冇乜嘅固定嘅收入。反正有時出現都不會搞啊，就想講啊，我出嚟了誒，即買到一些冇關係啦，一種心情。咁我有時就想講最冇必要嘅花錢嘅就係買衫褲吧，我嗰買衫褲，買鞋咪強冇嗰種 BB 就買唔到啦，我係咩嗰口買鞋嘅，嗰時啱啱就想講調整一下花錢嘅方式，或者記下花埋嘅錢，冇以後出曬飛邊嘅講出嚟想講，都唔對人用，都唔對人用，而係學生誒。係啊，看唔出來啊！看唔出來。你係學生誒，看唔出來，幾張20聲啊！廿四生嚟按你，你係學生。嗰時候就想做按用嘅好冇？嗰時候開始掟到兩下，差唔多。呢個還有卡棒啊，還有鞋啊，出啲種嚟接書拿街出去，有一擺我咪就買啲名牌嘅包嘅，你看包佢卡棒本來，你就看個 logo 嘅絲，個間距哦，一懂唔舒服，你就拿去擦落涼，你就出去冇辦法接書嘅街，一涼一下老係笨蛋有嘅 logo 嘅絲間距係冇強用，你就後面。條因為係都冇辦法。因為 Chanel 變做 Channel。一係做嘢咯，嘢。咁你就冇買本人媽媽。哦，喺佢買本藝啦，用幾多錢買？用幾多錢？誒冇錯，喺藝幾多錢？用年節啊，係，藝都係成個人冇用假嘅。冇錯，藝就冇去買，冇錢就冇去買。重質不重量。冇錯，就係藝嘅阿妹童小姐，
其真件极强的人点哦，大摆爱同佢出去不强的嗰種，因為是因為愛同佢去旺街，可能佢看到1、2、3副，佢就知道哦，昨日這件東好看呢，佢就直接包色。韓國呢，可能看到一卡棒，哦，這件擺起來東色拍呢，佢直接包款。你再過來呢，佢係哦，這件嘟好做起來就東鬆水包色，她是包色女王、包款女王啦。故說呢。真件劍男槍對膝蓋按用，然後對眼咩係按用？迄幾個怪香包嘛，包大人。Okinawa 最有名嘅係乜嘅？嘅薩斯嘅草帽。哦，係，嘅薩斯有按西雜嘅，人工嘅嘅還有按太雜嘅。佢專門按太雜。標啲廟風頭前嘅種，佢就講叫佢買嘅雜。用滿仔出去啊！我講你買呀薩斯嘅愛種買嘅。在喊出來。因為擺佢係冇，佢講我還要買一堆。我講嘅係我設價。富雄，因為我平常時係動靜嘅人啊，唔係愛用錢財花錢嘅人。我都係裝媽媽咧。其實佢比我較近，根本發埋台前。我人生當中發覺最大嘅台前啊，就係我體質見嘅木哥。哦。嘿，我買木哥有時種係看動作件啊，還有比較啊，看維數啊，看價錢，看單品啊，還有看設備啊，買東西。總服啊，乜嘅？我講買服其實看的係染粉，那個演員你看上去之後，你愛上的就是他，真的。我開始之後，買應該體質健服嗰個時節咯，冇到半點鐘哦，體質嘅目睭看到佢，我就講好，食飯叫斡旋進來開落去，結果咧，然後冇到半點鐘的時間，我是落去咗，我就跟他約說好。半個小時不給你想一下，就我們最後談一個底價。想好日向打電話不挨，你只會簽約。哎呦，還有半小時而已，我就花了上千萬。這個6000啊，冇人啊！其實我嘅鋪書咩老自己有一點強，最後講大買東西嘅慾望嘅話，做樣擺，哎老書記對唔對？做一個真係冇見交上老書記，因為嘅 FB 啊，又係講嘅IG 啊，做一件跳出廣告出來，變咗還有啊，然後大家分享，你係比如講人家來聊天咩嚇，喺講到比如講木匠、sản夫，人家嘅書記嘅廣告全部都係跳出木匠老sản夫呢。唔過你，要條湯講法，你講下，其他唔識。真嘅，係啊，他幫人嚟講啊，我有時我沒有什麼太短期內的想法，我冇話講，我個有錢嘅方向想去投資太空旅遊。因為從細就佢考佢自己想去做就係太空人啊，想去宇宙看一下。有時候佢考看神操啊，有佢考看個片嘅星球上落埋嘅用嘅。呀，出面有幾多嘅樣片啊，或者嘅雜誌啊，講未來啊太空旅行係嘅新嘅嘅賺錢嘅方式，係嘅嗰個嘅投資啊，馬斯克有講嘛，係嘛？嗰陣時我因為有錢嘅反而出來嚟做太空旅遊嘅投資啊。太空旅遊先本馬克思去編啦，啊，這種嘢用上嘅不多。這個有錢研發，但跟他嚟講啦，唔關上我而家我的想象嘛，因為出來穿錢出來去太空了，咩一舉兩得，關上我有啲人嘅咩鐵做嘅夢。日日講嘅投資吼，唔免單槍來按你吃到，喺當到人家開公司嘅研究按你去衡量啦。基本上來講吼，差唔多100萬啦，賺5%就係5萬，一整年嘅時間賺5%，誒省里邊有人做，繼續做嘅時間係5%到8%。係，睇低於5%，基本上人家就唔可以去投資嘅。啊，100萬賺1萬有人會做冇？有很多做護士嘅，做護士就會講，專業嘅鑑定啊，也係講去投資乜嘅東西，用錢買貨去揾錢，係一整年幾多都差唔多跌300-400，所以嚟咩差唔多係5%。不做到8%嘅公司，係因為還有人事開銷嘛。啊，為什麼絕對冇低於5%？因為你賺到嘅錢，你有公司我要繳稅。係，還有汰換率嘅問題，還有設備啊，要換新啊。故說，100萬賺5%係青島公司基本嘅一個限定。係冇錯，係價值也比5%還要低。行下大行嘅，去買股票存股利。拜託啦 ，ETF 就是投個5%。誒，買股唔是做到按元磅係嘛？係啊 ，ETF 人搭上嘢就投固定期定額就好咧，唔是係搭上嘢當一款，係嘛？係低於5%，坐地副卡看電視就好。真嘅，通眾信上是機會，就係發財致富可潤氣，理財受財可致富，來撲球。
模拟表，他们都给吉他哈，就像弹了一吉他听听啊，我们个意义，这意思。哎，当然就押韵呢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如听一席废话。真给黑FIFA。后场开场功，有啊。